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日我老乡姊妹咧紹介藝術品，過兩藝術品係用介過去做嘅，大家係咪當好去啊？唔單止係安樣樣哦，呢兩藝術品嘅作者咧非常嘅後生吼，過佢係介過嘅偶然，大家都分享佢係理解風勢好分享。大家好，我是洪喜浩，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作品。耶，歡迎！我覺得大家看到你應該嚇一跳，想說，怎麼突然來了一個這麼年輕的年輕人？對，因為通常下午在看福氣來的時候，我們非常多的這個觀眾朋友都是很多的，像是媽媽啦，所以很多阿婆啊，然後我們有很多不一樣類型的來賓。突然看到這來賓，怎麼那麼年輕？可是已經是一個氣球達人了，對不對？哈，節目一開始咧，來分享的其實是我手上的小作品，這是你昨天臨時做的，是啊，因為下禮拜央比水來狗年嘞哈，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應景的，好像是類似小鞭炮的一個東西，而且動等一下哦，你看可以下在寸死，這就是一個小鞭炮，而且這個不會太難，對不對？不會。對，然後你講你狗年改西街不用不哈，放在家裡面就是一個很應景的一個裝飾品，我覺得好棒哦！哇，你看有沒有動等一下啊？好，先把我放在邊邊一下。不過呢，一開始在紹介你很正式的作品以前，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有嚇一跳，那就是它，這是你今天帶來的，對，而且是你昨天做的，是。你花了多久？我做了4個小時，特別為福氣來了做的，對，太用心了，來賓掌聲鼓勵。所以你昨天整個晚上都在做這個，對啊，而且一做就做4小時都沒有停下來。那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品？它是那個廣東獅的獅頭。OK， 然後也是你昨天，這是第一次做嗎？像這樣的創作，我的這個是第一次做，所以你第一次做就做成這樣。對，哇，好厲害哦！所以啊，大家是不是都講，我哋係去基本一味到福氣落去當走嘅，那種廣東獅的獅頭嘛，然後花了4個小時，真的太有誠意了。而且一個6兩字錢還是給母雞啊，我就一直問他說，請問一下，這材料會很貴嗎？其實材料不便宜，不便宜，對。所以這些材料你花了多少錢？大概2000到3000元左右。所以你要特別去買這種特殊顏色或是特殊形狀、大小的氣球，而且它一次只能買1包。比如說我這一顆球，我只用了2顆，可是我買1整包氣球。什麼？原來是這樣。對，因為我們是跟批發商買，所以一次只能1包。所以我們應該要去拍你的房間，對不對？你的房間應該是充滿了氣球。我們家都是氣球。所以真的嗎？對啊。除了你房間之外，家裡很多地方都氣球。對啊，就是被我佔領了。真的？哇！是不是應該要去拍一下你家的長相？因為太可愛了哈，所以謝謝你，然後這個特別為這個節目做的這個廣東獅頭，擺在這邊好有氣勢哦，而且特別應景。不過廣東咧，其實我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是一個很棒的作品，就是那個南海龍王。是，對，你要不要好好介紹一個作品？因為這個作品其實受到很多的矚目。這個作品呢，它是全部都是由無氣的、沒有充氣的氣球去製作而成的。對，比如說這個鱗片啊，都是用氣球的尾巴，這種的氣球尾巴去做的，啊，一片一片一片粘上去。OK。然後像是這個背鰭，它就是用圓球做的，它就很像之前小時候做那種絲襪花，裡面絲襪裡面套鐵絲，把它撐開來。了解。就用這種做法去做。對。然後這個頭也是一樣。那頭的部分它會最難做，是因為它裡面的骨架比較複雜。我要先做一層鋁的骨架之後，再把氣球慢慢的貼附上去，對，才可以做完。哦，對。所以如果你沒有跟我說是氣球，我會不知道那是氣球做的。對，很多人都以為它就是一個作品，可是它很少人會有人想到它是用氣球做的。對，那一個作品你用了多少個氣球？我大約用了2000條。真的哇！所以大家冇想到吼，用到2000，那個2000再改過來走。那你看這個作品是昨天特別為節目做的，那個很受矚目的這個南海龍王，你做了多久？這個作品我大概做了1個半月，就很緊急的做了1個半月。很緊急。對，因為這是一個參賽的作品，是參加台灣杯義氣鬥陣氣球藝術錦標賽。對，作品長，對，他得了很好的名次，他拿了台灣第1名。哇，太棒了！所以你做了1個半月，然後你因為還要上課嘛，因為這麼年輕就是學生，所以是怎麼樣？下口改細節，下課的時候趕回去做這樣子。哦，其實這蠻妙的，是因為
我觉得学校给我蛮大的宽容，是让我请假去做。真的？对，哦，因为我是算代表学校去比赛的嘛，是，所以我大概请了2-3天的时间，在家里就一直制作这个作品。那可是请到最后，因为是接近段考了，我一定要去段考，对，所以我是把材料带去段考。所以一边考试，然后考完的时候休息时间我就一直做。所以同学会看到你写完考卷交卷的时候，剩下的时间就这边开始，对，一直做。同学会围着你看吗？不会，我们不能。考试怎么可以围着？没有，我是说考完试哦，你说你写完考卷的时候就继续做，然后大家还在考试。中场休息也会一直做。中场休息。所以非常的专注，对不对？对啊，很专注。所以你看哦，台尬你要用打嘴鼓，台尬围棋头，好像是蛮有趣啊，一块了。其实不只是这样哦，从这样的一个言谈之中，台尬有反应，其实这是非常需要专注力。是，对，你要非常的喜欢，你才会一直专注，不然一下就没耐心了。对啊，那个耐心你要很有耐心，因为它每一片都要亲手去粘上去，所以很麻烦。对，要做很久。你有发现过你自己竟然有这样子惊人的专注力跟毅力吗？好像没有特别发现，因为从小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只要一开始做就会一直做不停，然后不吃饭。那是不是做不停的时候，妈妈如果说快点来吃饭？对，就是有时候我就把他可能帮我装好饭放在那边，然后就把它都冷掉了才去吃它。真的没有办法打断你，对不对？对啊，像是昨天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妈就帮我煮了汤圆，然后她煮好的话放在那边很久，然后我都冷掉，然后裹在一起然后才去吃。所以汤圆都糊掉了就对了，对，然后妈妈就说：“为什么去上个福气来了还要做4个小时的这个狮头嘛，对不对？”这就是真的很专注。你一旦做了，你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李也台尬了讲第种个作品哈，南海龙王，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就是头，对不对？对，头的部分是最难的，因为它的骨架很复杂，然后还有整个的拼贴材质是会需要更用心去设计，对啊，那因为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它是代表有灵魂的感觉，它是有灵魂的，所以它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比如说眉毛调什么形状会是最好的，然后脚的角度哪个是最帅、最有气势的，这都花很多时间去制作、去研发这样子。是，我觉得好开心哦，可以看到一个这么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而且成绩也很好。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么年轻，太棒了。不过讲到两片，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好像成绩很不错。然后高中嘛，等下他讲高三。好羡慕这种青春年华的年纪。想想我高3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还在对很多事情很迷惘。不过说真的，你是从国小就开始做吗？对，我从小学3年级接触到气球艺术，然后玩到5年级，然后之后就开始以自学的方式去创作。自学就全部都是真的，就是自己。可能自己看书，自己看影片，然后骑到陡坡下走，反正就是自己摸索，对，就这样做，然后做到国小5年级，稍微休息了一下，对吗？然后国中有在陆续做，所以这个自学的过程，其实想想也已经蛮多年了，对不对？对，我今年是接触气球的第10年了。通常我们访问一些公益达人，他说：“我爱路走又10年呢，5年呢。”可是事实上，你国小就开始，所以如果你有一直持续的话，以后。大家在访问你的时候，你那个会慢慢增加，下次可能变20年、30年、40年，会很久。所以大家有想过吗？其实去过小时开始做，谈讲去15岁开始接，15岁的时候就参加世界太岁世界大赛，对，15岁，对，然后是一个青色的麒麟，对不对？对，然后那一次的作品就也受到很大的瞩目，讨论度很高，我记得是这样子。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呢，就是当初很大型，对，它蛮大的，它有大概200公尺，200公分，对，然后乘以180公分，很高，对，它蛮大一只的。然后我去做这个作品是因为我要参加一个国外的气球比赛，对，然后我就做了作品，然后照片交出去。然后因为我就是半夜就是无聊，想说发一下报废公社，然后我就发出去了，然后没想到，对，然后就是回响还蛮热烈的，对，就1分钟300个赞，说怎么不太对劲？然后那时候很有趣，因为那个讯息一直跳出来，所以手机超烫到不行，真的，这很烫，然后最后是有那篇文有达到8.5万个赞这样子。天哪！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新闻媒体就来采访。对，好棒哦！因为其实就是你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回馈，对不对？对，我就是放空，就是想要发就发，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发一些在那个报废公社上面，然后也没想到这次的回应这么大。
吓到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大家都回应都还蛮不错的。对，8.5个赞呢。8万5个赞呢，对不对？然后回到手机，有一点烫烫的。不过，该摆比赛，但想安用，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孔雀作品？是这个。对，哇，这个就得到了第6名，对不对？对，这是第6。好漂亮，这个颜色好漂亮。对啊，然后这个羽毛啊，也都是用无气的气球去做的。对，然后用这个方法去制作，再粘上一些那个像这样子的粗细的气球当做羽毛。对，那这更复杂的是，因为孔雀羽毛很细，所以我是把这个粗度的气球再剪更细。OK， 对，所以是这个作品也很大吗？也很大型吗？它蛮大的，它有这个到200。OK，200。OK， 然后所以它其实高度也将近100多，对不对？对，我这样看起来200多。哇，这个作品也得到了第6名，对不对？哇，太棒了！哇，兄弟们还有动豆改艺术品吼，做啲老大家好好的少改，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来讲。你上台节目呢，又看到嘅是一个紫色的，好漂亮的作品，对不对？然后那个作品的讨论度不一定有青色麒麟这么高，可是他得的第6名。对，我觉得这真是一件我觉得好特别的事情。带起来用基本上要带落一种相片，是另外一个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都同台型的，没法度带到现场，就是我们的9头蛇。我觉得这个作品这个作品，这是你想的吗？像这样的一个创意发想，都是来自于你自己从零开始的想象。应该是说，因为我很喜欢神兽类的作品，对，我发现了，我会一直去找一些中国古代神兽，或是一些希腊神话的一些神兽，然后去制作，对，然后去找一些它的文献啊，然后图片，然后再去做设计，这样。对，所以像这个也是包括配色啊，从头到尾。对，那这个作品你应该也做了蛮久的。这个我好像就做了28个小时的样子。对，你这么精准，我以为你会回答我什么1个半月的。没有啦，没有那么久，所以小气了。28个小时，然后也是大部分都是长时间的一直制作。对，可是因为这个太久了，所以我中间有休息一下再继续做。对，因为它这个大概2米乘以2米这样子。哇，好大型哦！对，所以它一条脖子就会很长，大概一条脖就已经有2米了，因为它又在弯啊什么的，对，所以就要做蛮长时间的。老兄前面讲一下哈，刚才看到的孔雀是第6名的作品，这个作品第5名。对，这个是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得奖作品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啊！所以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们知道气球它可以摆多久？它气球通常只能摆3到5天，对。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技法，然后去让它变更久。是，那比如像这些作品，好像我们可以这样子留下来，要不然它其实也没有办法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对不对？你看，多利亚台尬是不是问一个好简单的问题？你看这么多的作品，我们都会问说你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我在2019年国3的时候制作的一个衣服。国3？对，国3。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一个。对我来说，纪念意义蛮重大的一个作品。怎么说？因为我连续参加这个比赛3年了，我从小5开始比，小5、国1，然后再到国3。对。那我从来都没有得过奖。对。所以我在这一次国3的那一次，我得到了亚洲第2名。对。哇 ，OK， 对，所以这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当然也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对。然后它是一件衣服。是。为什么会是衣服？因为你可能用前面围棋都动 key 苗，因为你少改成为安永改，比如你很喜欢像神兽类的东西，可是你那次做的是衣服，为什么会变成是衣服？因为我从小对于美学跟设计就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常画一些服装设计图，对服装设计就有一定有兴趣了，所以我想要把这个东西跟我的气球做一个结合，所以我才在小6的时候接触到了气球服装。然后就开始制作气球服装的版型、样式什么的。所以，我们刚看到那张照片是国小6年级的作品，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国中的作品。国中的作品。然后你国小6年级，
通常国小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还在想要去哪里远足然后你就已经做了衣服，可是你开始做衣服而且是舞衣，对不对？对，舞衣跳舞的是舞衣，你为什么会有做舞衣的灵感来源？因为你刚刚说的是你很喜欢做衣服，对不对？东东你好走上服也是可能就是像一些时尚品牌啊，好安永改上服，不过你做的是跳舞改上服，怎么会是舞衣？因为我国小是永乐国小舞蹈班的。我是舞蹈班的，所以我才想说可以做一件舞衣，刚好跟我现在学的东西有相关，对，也可以结合到我现在的技能这样子。OK， 你看台大走的捆头盖胸片，其实这是一个黑白的，像是类似芭蕾舞衣的这个作品，这也是你做的？这是我做的，然后这个模特是我学妹。像这样子的一件舞衣，然后要穿在人的身上，是要先找好模特，对，要先找好模特，然后量好3围。然后先量好3围，所以你要先找好。你刚说是学妹是不是？学妹，所以学妹答应了，然后你再去做这样子。那像那样的一个舞衣，你在做的时候，她要常常在身边吗？她不用啊，因为我用假人去做。OK， 对，然后用假人先量好她的3围，然后再去做等比例的放大，然后再穿到他身上，是需要做修改嘛？一般我们在看一些什么伸展台的时候，那些衣服做出来的时候还要再做修改，一定都会修改，对，可能跟实际上做出来可能跟实际上不太一样。对，哇，还有看像这一件也是，对不对？对，那像这样子的，做完修改之后，你看要让它很有特色，其实还要搭配模特的妆法。对，没错。我觉得我应该要访问一下模特，你有问过学妹她穿起来的感受是什么？那时候好像是说就是紧紧的不太舒服，就是可能没有好可爱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不是真的很有弹性的衣服嘛，对，所以它是告诉你紧紧的，没有很舒服。就是因为这个作品是我去其他节目录制，是台湾第1等对录制的，所以那时候他就穿着这件舞衣，然后跳一段舞。OK，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它是真的可以动的，真的是可以动的，这样会不会很没有安全感，很怕它破掉？他可能还好，因为他的哥哥跟我一样也是玩气球的，只是现在没有再继续玩而已。OK， 对 ，OK， 所以跟学妹的那个哥哥，如果他有继续玩，搞不好还可以一起合作，对不对？对啊。哇，很可能哇！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其实分享到很多都是你的作品哈，都现充款都然后还讲相片款都当然，今天我觉得这个喜好很可爱哦，我刚才带了这小鞭炮、大鞭炮呢，还用气球折了一个春。对，那个春真的好可爱哦。对啊，像这个东西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觉得它比较小，我就可以直接带回去，然后摆在家里很有感觉哈。如果抖两片台开始被熊公这么多应景的东西，然后又想到他小时候一起走聊的东西，到底想要对这个人的这个脑袋瓜里面的东西想认识多一点哈。所以你要比如景行我们叫做一起快问快答哈。所以其实这个题目什么叫快问快答？就是问完问题之后不能想很久，然后也没有提前告诉他题目，就是临冲改考习，可是不是什么很难的问题哦，都是一些比如说例如譬如讲，因为你讲一走。盖过一盖艺术品改世界，记得唔记得喜欢，所以想要问一下，你不做气球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目前最喜欢做的是高空特技。那是什么？对，因为我本身现在是念表演艺术科，那我们表演艺术科有分组，我们就分综艺、戏剧、舞蹈。那我是综艺组的，综艺组主要是在做杂耍跟特技的，那我是属于特技挂的，那我的特技是属于高空特技，在天上飞的那一种。是我们在马戏团看到的那样的东西吗？就是。所以你现在有在练那个？我就说你念表演科，可是那是你学校里面必须做的事情，还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所以如果未来我有可能会看到你在空中飞来飞去，或是跳来跳，这个是你没有在做气球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有没有这以外的东西？例如什么打电动啊，什么吃炸鸡啊什么的？好像还好，好像还好对啊。哇塞，而且你看，可能一直比赛吧。我蛮喜欢比赛的。你喜欢比赛，你不会觉得那压力很大吗？所以你抗压性很高我觉得因为在我国小是舞蹈班的关系，所以抗压性会很高。是。对啊，所以这是可能从小培养的抗压性蛮高的事情。我最高纪录是一个月内比4场比赛。那就是几乎平均下来是1个礼拜1个礼拜1场，然后成绩都还不错。成绩都还不错哦，哇！大家有可能摸啊，解析非常感摸简单吼，哇！赶快来进行第2题，我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压力大，因为这个小孩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好，大家的讲机平常摸走盖过这种高空特技，对不对？然后都是做一些很难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最不擅长的事情是什么？譬如说，烹饪啊，或者这是你觉得你最不会的事情？我觉得我最不会的应该是跟同学们相处。哦，真的？对，这比较内心一点。对，就是因为我比较花很多时间在我未来在我的未来铺路，所以我会少掉很少时间去跟我同学们相处，我理解，跟要如何跟同辈的交流，对，这是我觉得我蛮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把我重心都放在我自己身上，对，然后去做一些跟别人比较不太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会忽略到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对，我懂，感觉上就是你花在社交上面的时间相对比较少。我说社交不是我说都是真心的，相对比较少。然后久而久之，你也不太知道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对不对？我看不出来耶，没有了，真的，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 smiling， 就脸都笑笑的。可是事实上，我真的可以体会，有时候外显不一定跟内在一样，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也许在那样的一个社交活动里面，其实搞不好你会有点不自在，对不对？哇，这个真的是今天没有想到为糖豆盖打完哈。其实有蛮多个题目，那但是我想要再问一题哈，请问你有没有最崇拜的人？我最崇拜的人都可以，家人也可以，或是你书上的名人也都可以，你也可以说你自己。我最崇拜的人呢？我觉得我蛮崇拜我的一个特技老师哦 ，OK， 他叫亚当，是，对，他是我接触这个表演圈的启蒙老师哦，对，哇，因为他其实不只带给我们是技术上的一些技巧，他也带给我们很多心灵上的一些东西，更内在、更内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因为内在很重要，不是只有外在好就好。是，对，所以他讲很多深层的东西，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去学的东西，而且是平常老师不会跟我们去说的。我觉得这真的亚当老师真的是你的心灵鸡汤对不对？有形无形给你很大的帮助。黑狗线上有可能亚童节目听众被启动动奋起，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被点名了，好不好？还有动改故事走得到大家的分享，大家是聊下，你等下长在讲。东方一走的绕墙的喜好类的节目地图啦，台高的分享哇，其实要认真跟喜好聊起天来，其实小浩其实感觉上内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被挖掘我们不是只看到就是哎呀这个气球做多久啊，花多久的时间，对，所以哇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同学们啊，这个所有朋友们可以多认识喜好深层的东西多一点点我们讲到咧其实基本因可能你走当运动都改讲尬辣佛了，所以你带回去是你是要现场做 demo 对不对？对。你现在是要先告诉我你要 demo 什么，还是你要先做完，然后让我有惊喜？好哟，那我们就计时开始。哇，没有真的要很紧张啦你可以就是恣意的找出你自己的 tempo。好 ，OK， 看起来是真的很熟练而且感觉上他认真做起事情来，我是不太敢吵他。没有，你还是可以讲话，是不是？那个脸有点专注。不会，可以讲，没事的。OK， 所以其实 OK， 可以咯。我觉得应该做的东西可能会跟过年有关哦。可以大家看看。对，而且其实老实说，对于气球啊，一般的人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恐惧，因为会怕它破掉。对啊。请问一下，这些气球的品质是不是买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对，我都是买美国的品牌，那它这个品牌标榜的就是它是100%纯乳胶，所以它是比较柔软的，比较不容易破。然后因为它是纯乳胶的关系，所以它是可以被自然分解，所以对地球来说不会是一个负担。OK。因为环境地球的永续发展也是大家蛮注重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气球就比较不会受到地球的污染这样子。真的是速度很快耶，而且它越做我越看不出它要变成什么东西，感觉很像会变成一朵花。
对，它是一朵花。它是一朵花，你看，我刚才本来想说，天哪，不会我猜的太俗气了这样子，哇，好厉害哦！哦，就这样子就把它剪，我刚才在想说，它这样剪了不就漏气了吗？不会，因为我们会把它再打结一次，所以它比较不会漏气。真的，好，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绿色的叶子。对，这个真的是，这个是你这个作品应该是你很早就会的吧？对啊，就是小学就一定会的东西。小学就会做的东西。对啊，但是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做太难的东西。对，快速又好看的。快速又好看，说得好。有一种这种气球的比赛是必须现场做的，我们比赛都是现场做的。可是没有啊，像那个龙什么的，这个是用他会用交件的方式，他是拍照上传的方式，对嘛？然后是交件的方式，对，它有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OK， 第一阶段用照片先做审查，但是如果像这个啊那个妲己的服装，它就是现场6个小时之内做完。所以这花是要给我的吗？对，给你的。OK， 哇，太棒了！好可爱哦！我说真的哈，其实女生收到花还是有点开心哎。如果现在你折的是金元宝在这里，我觉得我收到这个金元宝，我可能会觉得好像蛮开心的，就是好像过年很应景。但收到花，心里会有一点觉得好像紧张的，有点害羞的。难怪哦，原来收到花真的有这种效果。难道每次那个你知道那个偶像剧都是要送花？哇，乡亲朋友大家有可能，我们可以简单解一份朗诵是做的。有一个按电影下改，你讲盖过会走会发，谢谢啦。不会。好，这个看起来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好好来保留一下，那就来摆在我的旁边，好不好？跟我一起。糟糕，先这样好了，先这样跟金元宝摆在一起。所以你看，表示给填充走本台家看的，只是非常的快。不过斗两片已经动手了，该事情，然后台家的分享就是，其实你有做展览，是。不是一个小的，还蛮大型的，是青发处邀请你做的。是，对，我在今年2021年年初的时候制作的一个气球艺术展览。那它这个展览主要是在诉说我的求学过程，我如何在传统的那个只有念书才会有饭吃的传统观念下，一般社会的价值观里面，对，然后如何跳脱出这个传统观念，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并且发扬光大，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作品，其实都是直接的表达你比较内在的一些价值观或是一些意念，对不对？是，但这个作品会比较以抽象的方式去做。我们在照片可以看到，这就是你展览，其实好大型哦。对，它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对，而且颜色很美耶。对，所以刚看那些作品都是有因为我没有去看过这个展览，但是我从照片按用看起来，感觉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比如它有没有代表你内心怎么样的一个挣扎也好，或是什么样的情绪？这个作品会看到大量的网状结构嘛？对，那其实象征是我的学习路网。OK。那它有分色区，有蓝色的区域，有橘色的区域，然后也有紫色跟绿色的区域。对。那每一个区域它代表的含义都不同。像蓝色就是像是我幼稚园的时候 ，OK， 多方涉略，所以我的网子非常的大。也延伸出很多东西。那在橘色的部分会看到一颗一颗垂下来的气球啊。对。那它代表的其实是我接触到一点点东西，然后那一点点东西好像有一点成果，有点东西，所以它有点重量垂下来。快要发芽了。对，它就有点垂下来的感觉。那在紫色的区域，我们会看到说。是一个大球，里面有包很多个小球。对，那其实就是垂下来的里面的放大版。OK， 就是其实它不是微观的去看，对，微观的，它其实不是你看到就是一个垂下来的球。OK， 它的里面其实很多的内涵，就像是我在里面放了泡泡里面。是，哇，所以这真的是你的心路历程。是啊，然后最后一个区是绿色区嘛，它就是一棵树。OK， 它就象征的是我现在的样子。对。哇，好棒哦！而且事实上，黑公又看过展览感艺术媒体，它里面都有一些很仔细的说明。是，对。那刚才是透过作者的口里直接分享，如果你都改编款又动文字的说明，是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个
就我的年纪来说，可能都一在呛少年、青少年的一个心路历程，应该说从孩子，对，从国小一直到现在青少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哇，这个心灵的一个分享。如果哇，节目时间过得很快，最后1-2分钟，我一定要提这个问题：其实爸爸妈妈支持吗？我爸妈，你刚说家里很多气球，对我爸妈其实蛮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但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支持啊，因为一开始还是会希望说我专心念书就好。一般人都这样想。对，那直到是我国3的时候制作出了那个气球麒麟嘛，对，所以他们才想说，就青色的那个，对，青色那个，他们才觉得好像我好像真的可以走这条路，他们才比较愿意放手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就全力支持，全力支持。所以如果吃饭吃到一半，然后餐桌旁边都有气球，他们也可以接受。不行，这个不行，他会骂我，还是会骂，是不是？我也想说没关系，我们家里到处都是气球。不过听你这样分享，其实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这是难免，因为做父母总是会担心孩子，对不对？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那他看到你有这个兴趣，不过他连下下看懂你应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甚至有可能航白会有一些经济的收入或是什么，他就感觉上比较安心。对啊，所以现在就支持你这样子。哇，太好了！那爸爸妈妈有没有偷偷学会一点点折气球？好像也没有，对啊 ，OK， 没有特别去学。是最后的30秒，只有30秒，有什么话想跟大人讲，或是还在懵懂无知的青少年讲？应该主要是就是希望现在的父母都可以支持小孩子想要做的事情。可能读书不是万能的，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要有一点一技之长，才是对于人生比较有帮助的一个技能。对啊，对，因为其实现在是蛮流行斜杠青年的，是，对啊，所以要一个人有多重身份，对于未来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做法。对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自己小孩子的想法，然后去支持他的想做的事情。太棒了，谢谢石梦一今天动感强你了，谢谢你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作品，还分享这么多内在的一些故事，有机会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好，没有问题。感谢好，用心朋友咧，3年下來大家有在做認同的哦。中戲福喜女女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女女界面書傾站，喺度填嘅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咧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